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这是回收再利用的撇步。甲这个5日节白肉粽的面仔线回收洗清气了后，用来挂盆栽。另外，这个甲要单调的家具切割了后，放伫个桌顶开手机啊，看剧真利便。将5日节白肉粽的面仔线回收洗清气了后，用边的变好了后，用一个玻璃杆啊种盆栽挂伫办公室，真好看。然后看到我们很多玻璃瓶都是回收，然后再有人民众丢弃那种包粽子的绳子，好，那我们就棉绳，我们就来2个结合，感觉这个成品做起来还不错。唔来当吊盆栽，佫会当灌饮料，有真侪用途。另外，将这个废弃的家具，也是装潢剩的一寡废料，简单的处理，就会当摕来放手机啊。然后我们就利用回收回来的玻璃瓶，还有木架做成宣导品，然后废木料就做成那个手机架。清洁队员发挥创意，将民众单调无必要的物件回收再利用，佮配合市政府相关的环保活动，作为兑换奖品，带动民众响应环保集团热生活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